歡迎你哋返到嚟我嘅小畫室，我係小畫家露比。我哋今日繼續一齊畫畫。我哋今日嚟畫一架最代表香港懷舊特色嘅小巴。你哋準備好紙同筆未啊？我哋開始啦！我哋先向下畫一條短嘅直線，再向右畫突出嘅小彎線，然後打橫畫一條好長嘅直線，喺個尾再打斜畫落去，然後喺個底畫返條橫線，補返個底部，就畫好小巴嘅車頂啦。我哋係車頂向下畫一條直線，個尾再向左邊斜少少入去嘅，然後係左邊車頂畫一條稍微向左彎嘅線做車頭。畫好車身外形後，我哋先幫小巴加一對車轆，係左右兩邊畫一個大圓形。然後喺入邊再畫多個圓形做車胎嘅邊，喺車胎入面加一個米字，就畫好一對車轆啦。然後可以幫小巴補返個底部啦。我哋避開對車轆，畫返一條橫線。之後係車頭畫一個幼嘅長方形，加兩條橫線連接返車頭，做倒後鏡。係倒後鏡隔籬畫一個向左斜嘅直角梯形，做車窗。然後隔一啲距離畫一個長方形，去到車尾做後排嘅車窗。喺車窗中間加直線分隔開。然後係中間位置加兩條直線做車門。喺車門中間再加兩個同車窗差唔多大細嘅長方形。然後開始加細節，係門口兩邊加直線分隔。車頭位置加一個框做車牌，同車轆隔籬加一個長方形做加油口。尾衣個位都加一個細嘅正方形。最後除咗門口位置，係底部加兩條橫線，咁就畫好嘅小巴啦。最後加一個大長方形做小巴牌，完成。而家我哋嚟上色啦。
完成。想繼續跟住我哋一齊畫畫，記住 like、訂閱、分享我哋個頻道啊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